浸神咧係一個好蒙神祝福嘅地方。浸神係我屬靈嘅家，係教會嘅一部分。浸神喺我經歷門徒成長嘅地方，係一個有神同在、與神同工嘅地方。我入神學院之前呢，其實係一間印刷屋嘅公司嘅老闆。當時香港97整個營商環境都好多變化，咁我諗一係咧公司要轉型，一係咧自己要轉跑道啦。當時喺一次嘅牧者嘅講座咧，聽到神嘅呼召，感謝神喺呢個機遇咧，讓我能夠進入全職侍奉神嘅人生路。記得喺2010年入學嘅時候，當年曹院長推行信望愛工程，當時其實唔係好明白係咩意思嘅。後嚟咧，當畢業牧會面對喺真實社會場景好多弟兄姊妹嘅生命挑戰，發現咧喺浸神所學到嘅的確可以喺教會弟兄姊妹嘅牧養身上咧用得翻出嚟。我覺得好感恩神咧帶領我咧入讀浸神啦，讓我咧可以喺浸神嘅歲月裏邊咧學習到咧原來神學教育咧就唔係淨係呢個知識裏邊嘅傳授，其實咧係一個咧牧者淨傳生命嘅塑造。我覺得作為一個牧者，其實最重要嘅唔係咧個人嘅能力或者咧係輔導嘅技巧，而係咧生命能唔能夠真係流露出真誠嘅同在。我哋咧而家牧會嘅時候，其實咧都會面對好多嘅弟兄姊妹，佢哋重要嘅唔係咧要聽到我有啲咩嘅輔導技巧去安慰佢哋，而係咧我要有一個聆聽嘅心，好真誠咁樣喺個過程嘅當中咧同佢哋去同行，與哀哭嘅人同哭。感謝主，我喺教會嘅第一個侍奉就係喺團契裏邊組織詩班。喺2000年公餘，我參加咗浸神校外課程，修讀教會音樂。後嚟我發覺詩班侍奉都必須要有牧養。如果要侍奉得更好、更有力，就需要接受全職嘅神學訓練。浸神學習對我嘅日後牧養帶嚟咗好重要嘅影響。呢個影響就係院訓裏邊嘅提醒，按着正義分解真理嘅道。喺道學碩士3年嘅訓練裏邊，無論係原文、釋經學、新舊約導論，都幫助緊我喺牧養教會嘅時候，特別係喺聖經教導同埋講壇嘅宣講，都可以打好根基。其實最懷念咧就係喺浸神嗰份師生情。記得有一次喺組會，曹院長佢話：其實你哋同學係可以嚟約我傾偈嘅。當時我就諗，咁多學生，咁多繁忙嘅事。院長係咪真係有時間㗎？院長咧，佢真係願意咧抽出個幾鐘頭時間咧嚟到同一個當時仍然係學習裝備嘅我咧去到傾偈。浸神的確係我屬靈嘅家嘅一部分，除咗教導豐富咗我神學嘅知識，其實仲俾到一份咧十分珍貴嘅人生經歷俾我。喺工場嘅裏邊，其實咧都有好多嘅複雜嘅人事嘅問題㗎。往往咧都會令我去回想翻昔日咧喺學生會入邊擔任主席嘅日子。喺過程嘅當中，我學到乜嘢咧係合一，點樣咧嚟到去營造一個開放嘅屬靈群體，去咧整合大家唔同嘅意見，一齊去尋求神嘅心意。所以喺今日牧會嘅時候，當我面對住團隊裏邊嘅張力，我咧都要喺祈禱嘅當中嚟到去咧交上。求神咧喺當中去開路去帶領，而每一次我都睇見咧神喺當中嘅工作，所以咧我覺得喺浸神裏邊呢一個屬靈生命嘅操練係幫助咗我喺牧會裏邊嘅服侍。事實上，學院生活嘅一點一滴都塑造緊我嘅屬靈生命，讓我學習點樣成為教會嘅僕人領袖。浸神嘅教育理念可以用4個字去形容：信仰踐行。信仰就係生活。去街市買餸，用心為同工為會友煮好一餐飯，就係踐行。